经过一冬的岁月，淡市交通局上午向市民报告施政成果甲未来展望。除了以人本交通为理念，嘛强调未来2档上重要的交通基础建设就是捷运，会将府城、沙仑、南科等3大发展核心一并纳入6条捷运优先路网的规划。其中进度上紧的第1期南线，以115年动工为目标，施工期预计6档，也是淡市第1条捷运，可望伫121年营运通车。最快的是第1期的蓝线哦，从这个大桥站出发，往沿着中华东路往南走哦，那走到这个文化中心，那支线是在这个人的转运站的这个位置哈。目前是希望我们后年能够来这个完成招标，跟来后年底之前能够来动工哦。那工程大概是预计是6年的，大概是120或121年的这个期间。那因为跨座式单轨的这个特性就是它是在场外预筑，然后在工地现场是用吊挂的方式，所以进度我们根据国外的经验，大概会比较快，它的这个施工的进程会比较快。我想我们希望能够也发挥我们选用这个系统的这个特性哦，希望能够来缩短我们的工程施作的期间。面对捷运加速规划当中，不过捷运工程处的人力明显不足。交通局长嘛表示，目前正分年扩编人力到53位，未来会朝向成立捷运工程局来努力。交通局在不在？在。今日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